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好听、上经典的嘛伫遮。经典传奇上派野台甲舞台，你较无讲话，佫会当得到最佳主持人哦。今仔日讲话啊，比阮当初是咧主持，安尼加加起搁较济。你妈咧讲伊进前哦是迄个张三李四这个团体第一代团体，人因捌受过小巨蛋的，人因捌得过奖的。对叫爸爸。我出道的时阵，我是对高中出道酒店舞厅酒店唱歌啦，唱歌，我不是去坐，我是你甲我爸。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经典的嘛伫遮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《上拍台湾歌。